嚟到影片嘅最後一個部分啦，咁我哋咧呢條影片咧就會講下我哋點樣去從我哋嘅校本資訊素養框架啦，去認識新興嘅先進資訊科技嘅應用同埋所衍生嘅一啲嘅道德議題。其次咧，我哋會講下我哋咧有兩個咧照顧唔同持份者嘅角度嘅。咁首先咧，我哋會講咗照顧不同持份者啦。咁首先我哋咧就會照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持份者，就係學生。咁喺我哋校本嘅規劃裏邊咧，其實學生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咁我哋會邀請佢咧去加入一個委員會啦。呢一個委員會咧，其實就希望佢哋可以咧表達自己嘅一啲嘅需求啦、問題同埋意見。席間咧，其實我非常之鼓勵學生咧喺自由咁樣去發言啦。唔使擔心咧，我哋會喺事後咧就譬如係鬧佢啊嗰啲，因為希望佢哋咧真係可以表達到自己嘅意見之餘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同理心啦，去明白、去理解學校制定一啲嘅政策嘅時候一啲建議，喺制定教育政策嘅過程當中加入學生代表。咁其中一個咧就係關於訂定合理使用資訊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規範。咁我加咗佢哋入去之後咧，其實咧令到我哋咧係覺得非常之鼓舞嘅一樣嘢咧，就係學生咧可以清晰咁樣去講到佢哋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咁同時咧，佢哋亦都明白到咧學校制定政策嘅時候咧一啲嘅立場。咁好明顯啊，佢哋咧喺之後咧亦都可以咧同唔喺在席嘅其他同學去解釋翻學校嘅一啲嘅政策。咁我哋喺呢一個咧嘅政策裏邊咧，其實就可以提高到學生嘅參與度啦、責任感啦，同埋公民意識，咁令到佢哋了解到咧自己咧其實有相關嘅權利啦同埋義務嘅。咁希望佢哋喺線上線下都做到一個合理或者安全嘅決策。除此以外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就係家長啦。咁我哋希望家長咧可以成為學校嘅共力啦，共同為學校提供最佳嘅學習環境。嗱，依家咧我諗大家都係一個非常之具爭議性嘅，就係一啲嘅網上嘅沉迷嘅行為咧，係經常會喺屋企出現。如果你係做緊一啲嘅 BOD 嘅學習啦，其實你都會收到若干嘅投訴。咁所以咧，我哋最重要一樣嘢咧，我哋好希望家長咧可以成為我哋學校嘅共力，共同咧為學生咧提供一個好嘅學習環境。而其中最重要就係家長做好表率，希望佢以身作則，適量或者正確咁樣使用資訊科技產品。咁除此，我哋都會希望咧俾到家長一個家長控制啦，去防止小朋友不適當咁樣接觸到一啲唔啱嘅內容啦，同埋超時上網。希望佢有一個健康嘅使用嘅。咁再者咧，我哋亦都會向家長提供網上嘅素材啦、小秘笈啦、啲活動啦，希望幫助到家長咧喺屋企引導到學生安全、合理、健康咁樣使用資訊科技產品。希望透過呢啲方法培養到學生同埋家長嘅網絡素養同埋網絡公民意識，令到佢哋咧可以成為學校嘅共力，共同為學生咧係做一個好嘅學習環境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會講一個咧，我哋之前咧都曾經做過公開課嘅一個課堂。咁其實呢一個課堂咧，我就教咧關於新興資訊科技嘅衍生嘅道德議題啦。咁首先咧，我咧就會教佢哋一個基本嘅驗證信息策略。咁當然啦，我哋咧就講緊一個媒體素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話我哋點樣驗證信息咧？咁當然啦，我哋要spot 到一啲嘅虛假嘅新聞啦、誤傳啦。咁首先我哋第一樣嘢，我哋要 consider the source， 我哋要了解下個資訊嘅背後啦，係嘛？咁然後我哋亦都要 check 下個作者係邊個啦，有冇一啲嘅 supporting documents 啦。然後我哋睇下個日子，譬如我哋話如聽日停課咁樣，但係原來聽日咧嗰個聽日咧係2005年嘅，咁其實就冇咗個意義喺度噶咯喎。再者係咪一個笑話嚟㗎？咁我哋都會叫小朋友咧留意下啦。其實坊間咧有好多咧，其實只係玩笑形式，唔係佢有心製造假信息，而係佢想開個玩笑。咁開個玩笑，固之然我哋就唔會當佢係真新聞咁樣閱讀啦。另外，當然就要檢查嗰樣嘢會唔會你自己本身有偏見，又或者你喺睇呢件事物嘅時候，本身已經有你自己嘅既定嘅立場，會令到你睇呢件事嘅時候欠缺一個客觀嘅標準，咁就會令到你睇呢個新聞嘅時候呢，或者會令到你有唔同嘅角度啦。
咁另外佢有冇問過一啲嘅專家呢？如果佢有問過一啲嘅專家，而個專家呢係一個具可靠嘅一個資料來源，咁我哋就會發現原來咧呢個係最基本嘅驗證假信息、虛假信息嘅一個策略嚟嘅。咁我哋教咗呢一啲嘅策略之後呢，咁我哋就睇下佢能唔能夠運用咯喎。咁我就會話啦，小朋友嗱，依家咧係一個有圖有真相嘅年代。如果我哋報導新聞，咁其實我哋起碼都要有一啲新聞嘅圖片啦，或者影片啦，咁先至可以令到嗰樣嘢咧係有個可靠性，係夠真確嘅。咁而呢一篇報導咧，佢就話咯，係文匯報咧話自拍咧成為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嘅年度熱詞。但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張自拍照咧，其實早喺1839年就出現㗎啦。照片嘅拍攝者咧係美國攝影師羅伯特。咁只不過咧，當其時嘅相機咧係並未普及㗎，普通人咧就冇辦法玩到自拍。直到1900年咧，呢一個柯達公司咧推出咗廉價嘅盒子布朗尼相機。咁呢個相機咧先係普通人之間咧普及嘅。咁佢呢度咧其實就話其實咧好耐已經有自拍㗎啦，不過咧就未必係咧咁早出現嘅。咁我就話，我咧就故作認真咁樣同學生講啦，其實咧呢個咧係一個假新聞嚟㗎。其實人類一直以嚟咧都有自拍嘅習慣。咁呢個時候咧，我諗大家咧就會諗啦，點解文匯報會有假新聞啊？我就話唔係啊，你睇下啲圖嗱，我哋發現咧貓王咧喺佢嘅演唱會嘅時候咧都有咧一張自拍照啊，同觀眾。咁另外咧喺牛頓咧發現呢個萬有引力嘅時候咧，佢都喺樹下咧嗰度做咗張自拍照㗎。咁時間咧你見到啦，幅圖係1666年喎，甚至乎孔夫子咧都有同佢啲子弟去做一個合照。咁時間咧甚至乎喺公元前嘅喎。呢個時候咧，我相信咧各位席間嘅各位老師咧應該都會忍唔住笑咗出嚟，因為好明顯呢啲咧係假圖嚟嘅。咁但係咧去到呢度咧，通常小朋友先識笑㗎。原始人發現咗火喎，跟住咧佢就咧甚至乎咧自拍咗一張同啲火。咁呢度咧小朋友就識笑啦，心諗有乜可能啊？點會係啊？咁其實呢度教緊乜嘢咧？其實就係教緊原來咧喺我哋呢一個世代咧，其實已經有 AI 繪圖呢樣嘢㗎啦。咁 AI 繪圖你見到咧啱啱嗰幾幅圖咧係非常之像真嘅。咁喺像真嘅圖片裏邊，代唔代表嗰一樣嘢就係真確呢？ AI 繪圖係唔係就等於嗰樣嘢係真嘅呢？咁好明顯，我哋知道不是。咁呢度其實就衍生緊一啲嘅道德嘅議題，就係話原來有圖係唔一定有真相㗎，因為依家有咗 AI 繪圖，咁所以我哋喺閱讀資訊嘅時候，我哋要揾翻之前嘅策略去驗證啦。咁好明顯呢一個我哋用咩驗證策略就已經知佢唔係真啦。咁固然就係呢個好明顯係一個笑話嚟嘅，並不是一個認真嘅報導嚟嘅。咁其實呢個課題咧就話俾我哋聽，其實有圖有真相並非依家咧我哋經常會聽到嘅一啲嘅用語，但係其實已經未必係真㗎啦，因為有咗 AI 繪圖。咁其實就喺度教緊小朋友咧，其實我哋唔好完全相信我哋睇到嘅嘢啦，我哋要有一個媒體嘅識別能力啦。咁喺呢度咧，最後咧就都介紹一個網站啦，就係關於叫做浸大事實查核嘅呢一個網站。咁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國際嘅有國際認證嘅一個組織啦。咁其實係呢一個浸大咧係一個機構嚟嘅。咁其實就大家可以用佢嘅一啲嘅事實查核咗一個例子咧去做教材，係十分之方便。咁今日咧呢一條影片咧就到呢度啦。咁多謝大家嘅觀看。